工廈廠房尺價1400幾蚊，仲要係超級核心嘅區域黑沙環布拉市區。各位老闆大家好啊，我係 Danny。近期經濟環境下行啦，我已經好耐冇同大家推薦過投資嘅買賣盤啦。但係今日見到一個超級平嘅世紀筍盤，不得不同大家再講一講啦。大家跟落嚟睇一睇啦。呢個廠房真係短線、中線、長線都包你贏啊！聽我逐條同你講啦。短線收租回報高，依家呢個廠房面積大概8500尺，我計你出租尺租係4蚊一尺，都有3厘3嘅回報。如果真係租到5蚊，就有4厘回報以上㗎。佢依家呢個面積大小適中，進可攻退可守。咁中線呢就轉手賺差價，起樓單純建築嘅成本都唔止1400幾蚊啊！仲有地皮嘅成本啦，銀行融資成本，相信過多幾年大環境經濟回暖，或者澳門真係開放投資移民嘅話，尺價升幅最少都4到5成啊！真係發夢都識得笑。另外長線活化重建嘅概念，澳門政府一直都係想將市區嘅工廈活化，相信未來政府咧必然有新嘅動作。睇翻周邊全部嘅大廈都係15、16層高，如果呢度真係重建，價值真係不得了啦！1層變2層，舊樓變新樓，價值唔使我講，你哋都知啦。各位老闆，別人恐懼我貪婪，今次真係你出手機會啦！我有鎖匙喺度㗎，隨時揾我睇啦。